堅守所信的真道，請曾牧師。親愛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今年的最後一個禮拜，對年頭到年底，我想要跟咱分享一個信仰的態度，就是堅持。對年頭到年底，對少年到年老，對咱信主到永遠。咱信什麼？咱回顧，咱來到教會出席，咱選擇信耶穌，或者咱的信什麼？在你的信的觀念內底，什麼是你的重點？第二，這個信仰敢有咱的生命有改變？這個信仰帶予咱心中的祝福？這個信仰帶予咱在生命中間什麼種的改變？今仔這個禮拜，咱三個勉勵，咱甲主講，對少年到年老，對年頭到年底，我要永遠做主你的學生，做主你的鏡子。在人的面前，在人的背後，在上帝的面前，在上帝的背後，我攏是基督徒。信仰是一種的選擇，但是對已經有信仰的人來講，信仰是一種的堅持。堅持做對的代志，堅持用上帝所講的話，真做咱的尊敬。或者，原來在今仔日個禮拜，上帝對咱講話。今仔日有兩個故事，一個故事是咧講起先知哈巴谷，這場先知書叫做小先知書。在舊約的聖經的後半段，有分先知書，有分畫大先知、小先知。大先知毋是講伊較高，伊的地位較懸，毋是，是因為伊寫的內容較濟，所以叫做大先知書。小先知書並毋是因為伊的地位較低，所以叫做小先知書，毋是，是因為伊所寫的內容較少。今仔這個故事是安尼咧講，是大概佇耶穌還未出世之前600年，迄個時陣以色列的國家因為世俗化，所以無論是猶大國，無論是以色列國，攏因為世俗化，所以這兩個國家攏面對着亡國，因為因的道德、因的行為、因的信仰，上帝無歡喜，所以巴比倫對外邦的國來吞踏。所以猶太人佇迄個所在面對着亡國的時期。今仔咱所讀的這個哈巴谷這個先知，佇以色列人對着災難的時陣，今仔日這段故事都係咧講起，伊是一個先知，就是咧固守上帝的教會。迄個文字安尼記載講，佇暗暝伊徛佇守堅樓，就是佇圍牆城堡的頂面，佇咧暗時佇迄個樓頭的頂懸。佇遐咧固守，看毋是講對敵來攻擊啊，這有象徵性的意思。一種就是巴比倫兵啊要來攻打。對基督徒今仔日的基督徒來讀來講，就是講佇暗暝警醒、持守、固守上帝教會，無互教會羊仔囝，無互教會兄弟姊妹和黑暗的關係來吞踏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無論是哈巴谷，無論是今仔提到。因攏是一個固守上帝教會的人。我要歡喜兄弟姊妹，咱佇教會內底，無論你有受選做中職無，這攏是咱共同的家庭，你有同意無？所以固守教會毋是干那牧師甲中職的責任。如果咱若感覺這個教會是我的家庭，咱都愛保守，親像保守咱的目睭人，無互這間教會，互無好的態度、無好的觀念。來攪擾咱的教會，願天父上帝通過今仔日的這個兩段的故事，幫助兄弟姊妹咱來固守上帝的教會。哈巴谷就是佇暗暝為着上帝守堅的人，咱咧講的就是徹夜禱告，暗時用祈禱來固守上帝的教會。聖經佇第二章開始安尼講，伊講佇暗暝佇守堅樓的頂懸，上帝對我講話。伊講你愛甲伊寫起來，擱寫佇板，因為古早無親像咱即擺有啥物，有電腦可以就輸入在那個電腦的程式的內底。古早嘛無白紙，嘛無即種真容易買到的手機殼啊、活頁紙，所以古早攏愛用迄個泥板，都、就是用軟軟的黏土，迄種的板啊，然後寫起來了後伊打去，
伊就變做親像一張被，一本冊。上帝甲伊講：你愛寫起來，互人讀，然後才安尼行。遵照古早即個教會的古修的教兄弟姊妹，猶太人也好，即個希伯來人也好，今仔即個基督徒也好，上帝教會有一個責任，就是常常讀上帝的話，來幫助人，照聖經來遵守來行。哈巴谷佇今仔日的聖經第4節內底，上重要即句話，伊講了足水，講因信得生，因為信仰。你要得到一種真特別的活命，兄弟姊妹，你已經有享受到這個信仰帶予你的真善美嗎？願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，這個信仰不是參考的，這個信仰嘛不是一個故事，這個信仰是一個光，是真理。所以這個真理是摕來活的，不是摕來聽的。所以咱做基督徒，是由上帝的話徹底上改變咱的本質。願天父上帝佇今仔日，互咱會記得牧師的講道，不是牧師的講道，是聖經的講道。伊講因信得生，主啊，我因為相信你，我的生命全然改變。阿們嗎？兄弟姊妹，你願意因為相信這個上帝，你的生命得到徹底上的祝福，到萬世代，你的生命得到改變嗎？有的人無願意改變伊的情緒。無願意放落伊的受氣，無願意佇鹹著路的中間來接納講是，我是罪人，我行了毋對路。有誒基督徒嘛會安尼，執意頭前佫繼續行咧，偏偏知影講伊的行為是無好，做好辯解，做好解說，死都毋回頭。兄弟姊妹，是上帝損失嗎？不是，是無願意回頭的人的損失，對不？所以耶穌才會講到迄個浪子回頭的故事。我咱對哈巴谷伊這句話，伊講世間有兩種人，一種就是心神自高，內面無正直、無正經的人；一種的人，伊講罪人。今仔聖經的啟示文講，無坐武元的人的位。今仔真濟人愛坐迄個奢華宴樂，坐迄個驕傲的位，行罪人的道路。哈巴谷伊講有兩種人，一種的人就是心神自高。什麼叫做心神自高？想法心內伊堅持我的就是對，自以為是，自以為義。但是哈巴谷講，還有另外一種屬上帝的百姓，因是什麼種人？伊講獨獨義人要對伊的神來活，因為軍隊上帝敬畏上帝的人，要因為這個神。要因為這個神來得到新的活命，這個神舊約叫做以繆啦，以繆啦，這個字其實就是咱咧講的阿們，阿們同一個字根，阿們的字根叫做 emet，emet 的意思就是真理，因為真理咱得了智慧，因為真理咱有是非，因為真理咱唔敢凊彩，因為真理。咱嘛無可能妥協，所以因為神，人要徹底上無共款改變，改變了會安怎？人改變的結局是安怎？哪來哪親像上帝？這你知影嗎？基督徒的改變是為着更像耶穌、更像上帝來改變。親愛的姊妹，你願意因為你的改變，互得等人看到得等嗎？兄弟姊妹，教會開錢出工，把這個大頂樹啊吊甲光死死、光響響。厝邊頭尾講：哦，得當今年，當年攏無共款，今年佫特別愈光。兄弟姊妹，點這燈較簡單啦，買來放咧都會到啊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咱是代表耶穌手中迄個辣條，咱佇這燈頭出境。咱特別車停橫橫，咱前路安尼行過來，咱的厝邊攏知影，這陣人佇禮拜節對迄個迄個大頂，對迄個所在遠行過來，這個人，因攏要行去禮拜堂，要去做禮拜。兄弟姊妹，
咱咧行路就是已經是一個見證啊！你相信嗎？願主祝福咱的組織，祝福咱所聽的教會，祝福咱所聽的教會。你敢願意安尼講？這是我所聽的教會。義人要因為信來得到活命，不但你，不但我，閣甲咱的囡仔行行順順，同意嗎？囡仔要安怎教？囡仔是用父母的態度品格教出來。願主要上帝幫助咱，佇黑暗的世代為主發光。義人因信來活，因要親像光，照佇黑暗的世代，將生命的真道表明出來。願主要上帝幫助咱，伊所設立的教會，咱的先人所起起來的教會，有真濟厝邊頭尾看到這間教會來改變，你相信嗎？厝邊咱的村長個知影哦，咱的教會哦，伊來看看，伊講哦，這間教會改變遮爾濟。咱厝邊對面迄個朋友，恁若佇聖誕節愛參加食飯，因敢有甲恁講到恁教會，因看到這間教會改變。兄弟姊妹，因不但看到咱的改變，因嘛咧改變。我會記得我來的時陣，因為咱的對面單都是一個濟公單，咱的厝邊伊本身伊就是一個有靈有赦，因若啟動的時陣，伊就是代表濟公的化身。所以因若佇因的祭旗，佇因的大小事，其實因嘛有放上頭，嘛會放啊足大聲，但是自從慢，咱的教會若咧做禮拜，從來毋捌聽到因用放上頭來甲咱對槍，毋是對槍，因為互相相聽，伊嘛看到這個教會改變。兄弟姊妹，願天父上帝幫助咱。閣另外一個第二段聖經是咧講起提多書。最近咱的教會會查經拄查了大衛鮑森所講的提摩太前後書跟提多書。提摩太甲提多就親像屬靈的兄弟，因攏是保羅的心肝囝。保羅看提摩太甲提多親像伊屬靈的囝兒，派因兩個人去建立兩間教會的制度。提摩太建立以弗所，以弗所毋是伊建立的，但是以弗所的教會設立了中級了後，教會有一寡信仰上互人教教，就是耳孔輕，聽外人無正確的教育教導，所以以弗所的教會面對着錯誤的教導，保羅感覺毋堪，找緊提摩太去甲因講，恁愛真足聽真道，聽真正聖經安怎講的話。提多咧，提多伊是受派到一個叫做哥尼地，甲你對這個和合本的聖經翻譯的音無共款，白話字的聖經翻譯用無共款的漢字翻，但是白話字的聖經其實原本上是用白話字啦，所以伊應該毋是用甲你對，就是這個音爾。這個島書是一個真世俗化、社會風氣無好的一個小島。在這個小島中間有幾啊間教會，但是拄開始爾，無教會制度嘛，無長老，無監督，所以保羅找緊提多去迄間教會，幫助迄間教會選出來中級，幫助因選長老、選監督。伊講這是管家來管理上帝的家，所以中級毋是一個地位，毋是。中級是代替上帝管理的教會。在這個對第40到第90的中間，伊咧講起管家應該愛有品格，恁家己讀，無事無要一個一個解釋。意思就是一夫一妻制，袂使一安那加來一個外口幾下的，小三小四，毋是。一個真正的基督徒，若袂當管理家己的家庭，就袂堪得管理上帝的教會。自古以來是安尼，伊咧講起中級的品格，但是上重要，保羅甲提多要做啥？教因重視上帝的話，因為提多伊去的這個甲你底這正教會，這教會有關受到這個社會風氣，咱咧講世俗化。
所以保羅除了愛提到勇敢去設立教會的制度以外，保羅嘛愛提到，伊講對你少年甲我同信，咱三甲這個耶穌，你是我佇生命中間屬靈的囝兒，你要將這個信仰帶去迄個教會。我用這兩段的故事，甲兄弟姊妹來使用。在今仔日的禮拜，咱做伙組織的時，咱甲這個十字架頂懸代表的耶穌，就是德岡教會壁頂這個十字架頂懸的耶穌。咱甲伊講，願意忠實、信實佇你的話來建立教會。這禮拜禮拜六，拜六吼，千人餐會，喜樂寶宴。千人的饗宴，60周年的千人饗宴。阮為着貴賓，甲為着記者，有甲因安排一個特別的席次，互因會當做伙坐好坐落來接待。後幾個記者做伙來，坐佇我隔壁桌。一個記者就安尼足主動伊講，這個嘛是基督徒，迄個嘛基督徒。因已經無去教會，但係底下互相都底下咧調侃吼。其中有一個伊講你敢知影什麼叫做基督教，什麼叫做天主教？我都要甲伊講爾，攏毋免伊家己講。伊講基督教就是伊十字架頂懸無耶穌，天主教就是伊十字架頂懸耶穌。這是什麼意思啊？咱的教會敢無耶穌嗎？十字架頂懸若無耶穌，咱就無耶穌嗎？十字架頂懸有耶穌，伊就真正有耶穌嗎？所以兄弟姊妹，毋是安尼。咱的教會無耶穌是咱的教會的主張，耶穌已經過活。天主教的教會有耶穌，毋是耶穌袂通過活，猶閣死佇遐。是因為因世世代代2000年來，因所紀念的就是我不配，因為我大概若看到十字架頂懸的耶穌，我就感覺這個人聽我甲遮親。天主教咧紀念迄個耶穌，其實就是咧講，迄個耶穌是為着世間人犧牲生命，而且無衝突對無？所以攏是共時的教會，忠實咱所信，而且你信什麼？你讀聖經的時候，聖經互你心中的觀念、心中的價值、心中的堅持。原來就今仔日的禮拜，咱的教會有一個制度。自古以來，咱的信仰的開始是對耶穌的初代教會，後來到16世紀，咱的教會有一個改革，所以咱對天主教中間脫胎換骨，咱成做一個叫做改革的教會。咱的教會開始設立這個長老教會的制度的人，叫做約翰加爾文。伊感覺愛佇教會內底選擇一群人，就親像提多保羅甲伊講。伊佇品格上，佇正人的中間受人多數認定肯定，正人選出來，而且做伙管理教會，毋是一個人管理一間教會，是一定信仰的同工管理一間教會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佇這間教會內底，保羅甲伊講什麼？恁愛持守這個正教真實的道理。我擱讀一擺。伊的字真正是安尼解說，恁著愛持守正教。啥物叫做正教？正教真實的道理，這三字有無共款？正教的意思，即個正，就是正確的假釋。正確的假釋，是就講是，毋是就講毋是。所以正教的意思，所以有一個教會叫做東正教，恁會記無？正確的假釋教會，伊的教義。伊對聖經的解說是正確的。第二，真實這個字就是聖經內底牧師講道常常講一個字叫做 pistis，pistis 就是真道啦。這個字伊字源，迄個字的源頭就是親像地下的湧泉、氣泡水，迄個氣水開了噗一下，迄個擴拉單咧咻衝出來。伊咧講起神聖的感動，就親像人內底安那，上帝的真道若佇人的內面，伊就會穿甲抓袂牢。伊會佇人的內底成做一個
提供人神聖的感動。真實的意思就是信實。道理咧，道理這個字，咱常常咧講的，就是 logos， 就是上帝的話，道成肉體，上帝的話成做真真實實活出來。保羅甲提多講，你都要用端正的教示，就是正教。這個端正的教示甲正教、正教同字，愛用細正的教示來教恁的囡仔。兄弟姊妹，我真有這個福氣，會當做恁的牧師，嘛做恁的親人，佇這間教會。上帝我一個責任就是實實在在講道。但是兄弟姊妹，恁聽了講道了後，翻頭，恁佇恁的厝內，恁敢愛實實在在教恁的囡仔？兄弟姊妹，牧師的講道若是一套，啊，恁佇厝內底生活若是一套，恁的囡仔敢會做一心做禮拜？恁的囡仔甲你來做伙做禮拜，啊，伊聽牧師講一套，啊，恁就會做一套。恁的囡仔，英語叫做 confuse 啦，伊會精神錯亂，所以後來你的囡仔無愛來做禮拜，因為伊會感覺講，我的爸爸媽媽因這個信仰其實是人前人後不一致。做人民咱佇無意中，我毋是甲咱批評講，恁是一個人前人後不一致的家長，毋是。咱來同心合意，好不好？咱佇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講，主，阮的教會不但要水，阮的教會要真，就是真正信耶穌，真正信聽聖經的話，上帝的話做阮腳前的燈，做阮路上的燈。願弟兄上帝幫助咱，今仔日的禮拜。咱每一個人攏做上帝好的管家，無論有受選做中職，無受選做中職，佇教會的大小事頂懸，咱攏無提示，咱攏同心合意。咱提示教會的代志，就是等於提示上帝的代志；咱參與教會的代志，就是參與上帝的代志。所以，咱歡喜做也好，無歡喜做也好，攏是甲上帝有關係。兄弟姊妹，咱做伙來祝福這間教會。咱嘛做伙互這間教會，誠做咱厝邊頭尾的祝福。願弟兄上帝佇咱的中間，咱每一個兄弟姊妹，逐擺聽講道，聽好清楚，聽好入心，聽好伊誠做你講阿們。當你講阿們的時陣，就是講我願意安尼堅持，今仔日牧師所解說聖經所帶予我的屬靈的智慧。保羅甲提多講，你都要堅守、持守，用正確的教示、正確的道理、信實的話，講給你的囡仔聽，講給得力的教會的所有兄弟姊妹聽。我咱佇今仔日的禮拜，咱有一個態度，忠於所信。忠於所信就是提多也好，最後第9節啊，是講這個哈巴谷伊佇最後第4節，攏同款。這兩句話就是今仔日的禮拜的主題，嘛是牧師想要邀請兄弟姊妹，咱同心堅持。你要離開禮拜堂之前，你若願意，莫甲人開講，你先佇你的心頭安尼祈禱講，主我已經有聽到，我願意，我一生攏要做基督徒，而且要做真實的基督徒。今仔日牧師要甲咱分享兩個問題，檢查有答案，檢查也未答案也未完整。第一，就是咱信什麼；第二，這個信敢有帶予你生命改變？像這兩個問題是家庭作業。咱倒厝了後，咱繼續問。我來到教會幾年啊？有的人講我1988年來。有人講我1990年來，有人講我1994年來，有人講我舊年來，細中遐舊年來嘛，但是因一來差不多毋捌缺席，因一來因用心佇因的生活的經歷，祈禱對因的幫助甲引帶。兄弟姊妹，
在前的不一定要在先吶，在先的不一定要在前。有當時因為咱無小心，咱反倒轉啊啦，會對袂着教會甲上帝的腳步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今仔日的禮拜，咱聽正確的教訓。做牧師講道當然袂使胡亂亂，親像迄個電台頂懸去廣告賣藥啊，逐種藥啊攏講甲變仙丹，毋是。咱當然是指示，咱才有講是。兄弟姊妹，咱攏安尼。咱佇教會內底，咱甲主講，主我有聽到你所講的話，是記載佇保羅和提多的話，記載佇哈巴谷，伊記載佇哈巴谷書，以及今仔日的金句。今仔日的金句是一本冊叫做《希伯來書》。昨下透早拜六下晝，咱的教會的查經班內底，拄開始咧查希伯來書。大衛保森伊講解希伯來書，伊講這本冊足水的猶太人的冊。我無要擱重複這查經的內容。希伯來書內底有一個足要緊的主題，兩個。第一，因着信，因為信仰，佇聖經希伯來書11章內底所寫，歷代的猶太人的祖先，才會主長族長，才會信仰的典範。希伯來書11章內底講，這個人因為信，但是我會講到其中的一個人。因為信心信仰是希伯來書第一個重要主題。第二，這希伯來書咧講起，因為耶穌基督來，人要有更好的、更美的盼望跟生命。希伯來書嘛是7擺，講到更較好，英語叫做 better life， 就是更較好的人生，更較好的應運，更較好的財產，更較好。將來要去的故鄉，天頂的祖家7擺。兄弟姊妹，查經班是要補咱佇禮拜日時間不足，對聖經講解、學習聖經的這段時間，較做禮拜同款的重要。兄弟姊妹，咱聖經的基礎若有夠，咱的生命會健康；咱的聖經的人辦若有夠，咱就要烏白想，嘛要烏白講。願天父上帝甲咱相合伫咧，佇今仔日的禮拜，今仔聖經甲咱講，要將起初確實你已經有的信心堅持到底。信仰不但是一個選擇，信仰是一種堅持。我感謝上帝，我有我的阿祖信主。我感謝上帝，互阮一路行來，阮的家族對這個信仰，甲伊當作不但有路用，閣是重要。兄弟姊妹。願這個信仰，佇你我咱共同的見證中間，攏會通，攏平平，福氣滿滿。祝福咱佇將來，伊今仔最後講信仰的結局是啥？信仰就是享受有份佇耶穌基督內底。佇基督內底有份的意思，就是會當分享耶穌基督豐盛的畫面。佇耶穌基督內底有份的意思，即個有份的意思是安尼，你就分享着耶穌基督，伊生命當中內底各種豐盛、榮耀、尊貴。兄弟姊妹，做禮拜基督徒要成做一個抬頭挺胸的基督徒，要成做一個佇人生中間，毋是甲人會比拼哪定，真正要佇這個世間做光、做鹽。上帝祝福咱，互咱佇今仔日的禮拜，咱來看信是甚麼。希伯來書所講的信，毋是一種的情緒，嘛毋是一種感覺。伊咧講，就是對上帝的應許絕對的信任，對上帝的應允絕對的信任。主，我相信你所講的話，無一句話是凊彩講的。主，我相信你所講的話，一定要照安尼行。今仔日哈巴谷書講安那？照時所應允的啟示，時若到，伊就要成就。雖然有淡薄的延遲，但是一定安那，一定照安尼成就。兄弟姊妹，你若讀聖經，讀到有上帝對古早人應允的話，你愛甲伊講，伊有的我嘛要有。你若讀到聖經內底講上帝所講的祝福的話，你愛講阿們。
因為上帝你所講的話，無一句話是開玩笑的。你是信實的上帝，你要帶領我的生命。願兄弟姊妹，咱佇伊的面前，新約講 pistis， 就是上帝的真道，伊是聖神同在的力量。pistis 這個字，不是干那咧講起信仰這個字爾，伊最重要的是講，當這個信仰若佇人的生命中間，伊就真係聖神運行。聖經講有運行的大能大力，上帝的話是有能力的 pistis。下面那佇聖經中間，今仔日哈巴谷書因義人因信得生，因為信迄個信叫做下面那。下面那就是講上帝話是信實的，這個字甲阿們共一個字。兄弟姊妹，願天父上帝，伊所講的應允記載佇聖經，也出佇教會的教導，會當互咱兄弟姊妹佇生命中間大大得到祝福。所以我要互咱的一個家庭功課，恁去找這個答案。你問你家己，你為什麼要選擇做基督徒？當你做基督徒的時，你得到啥？這個信，伊代表什麼？兄弟姊妹，我咱佇主的面前，咱講主啊，求你幫助我。不是干那一種的思想那點，嘛不是干那一個情緒那點，是你將真理放佇我的內底，光若來黑暗就離開。主，這不是干那一種想法，這嘛不是一種感情爾。我來到教會就感覺足溫暖的，兄弟姊妹喙笑目笑。我來到教會就感覺真溫暖的，因為禮拜了啊，免去煮飯去麵搭。兄弟姊妹，我絕對相信咱來不是為着要食一頓中晝爾。但是咱的愛餐最重要是在愛那一個字，不是在餐那一個字。咱做禮拜嘛有愛，咱的愛餐嘛有愛。願天父上帝甲咱三合地帶，咱不是一種情緒，嘛不是一種人際關係，咱是佇真理的內底做伙做同學，做伙學習，是不是？教會是一群人做伙佇這個所在學習上帝的話，和上帝的話做咱腳前的燈，做咱路上的光。當咱聽了心內有感動的時陣，咱就講阿們。主啊，我已經糊塗，主啊，我已經聽無，但主啊，今晚我清楚知影，我明白啊。主感謝你，願天父上帝幫助咱。咱信什麼？咱信上帝。這個耶穌雖然已經無佇十字架頂懸，但是我還佫相信伊。這個耶穌雖然無佇十字架頂懸，但是我知影伊疼我。天主教都愛用一個受苦的耶穌像，我佫講一擺，受苦的耶穌頂佇十字架的耶穌。天主教2000年來教我思思念念攏咧講，主啊，我不配，主啊，我未堪得，主啊，你疼我遮深。我若逐概看到耶穌流血的十字架，我對心中就感覺，是因為我這個糟老頭，互你受迄個艱苦。所以咱的耶穌無佇這個所在，但這個耶穌伊用十字架完成上帝公義甲慈愛結連做伙。主幫助咱，我信上帝，對永遠到永遠，伊是我的上帝。願咱佇主的面前，我信伊的話。咱禮拜開始一定，徛起來，宣調了，咱徛起來。咁就死了後，咱會做伙信仰告別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創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穌基督，有啊。過來，我信聖神，我信聖。咱是一個聖潔分別做成清氣的團體。佇這個教會有規矩，有一切的聖潔的思想、聖潔的行為。我信聖神，我信聖，共同的教會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，對今日開始，我信什麼？我信上帝是所講記載佇聖經內底每一句話。我擱解釋，每一句話記載佇聖經內底。這句話我不愛聽，該摕掉；這句話我要聽，我該摕入來。安尼都不是聖經。
兄弟姊妹，聖經就是上帝所講每一句話，我會了解，我未了解，我攏甲聽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，也願意擱一擺對你講話，不但佇古早對哈巴谷講，不但佇古早對提多講，不但伊甲希伯來書作者講，伊嘛甲你講，嘛甲我講。兄弟姊妹，你講甲有影，心靈則誠。你若有這個心，甚至佇你的夢中，上帝嘛會甲你講話，100%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，信是什麼？希伯來書11章第1節，伊講信就是仰望的基礎。我知影，上帝所想出的仰望無空空。金銀我都沒有，但是奉拿撒勒人耶穌的名，因為耶穌基督的名，我相信所有的仰望攏要成就。將來我要看見，今麥也要看見，但是安那？伊講未見之事的確據，因為我相信上帝佇我的未來有特別的計劃，特別的預備，這就是信心。伊個第二句講，古早人咱的祖先，因佇這個信的頂端，已經留了真正確的見證。所以兄弟姊妹，願咱佇主的面前，互這句話幫助咱，咱要甲主講。得時不得時，無論主我的境遇怎樣，我攏相信你是真的上帝。我要信你到落尾，因着信是希伯來書上重要一句話。因為信，兄弟姊妹，我這節錄恁家己對看，太精彩了。哈，剛才這4節3節爾，伊講摩西因為信，中大就唔肯安那。唔驚享受佇法老王宮內底榮華富貴，因為信伊有肯甲唔肯。兄弟，你知影這種差別嗎？信就是這種選擇，肯甲唔肯。我唔肯擱再放蕩，我唔肯再否認上帝，我唔肯擱再互罪捆綁我肯放落我家己的驕傲自尊，伊寧可這個字太水了。兄弟姊妹，你敢捌因為信，你有這種的選擇，不肯，寧可。擱落去，伊講他看什麼？伊看為着耶穌基督受苦，做一個至大榮光的使命。兄弟姊妹，你的生命內底有肯、不肯、寧可，看見嗎？我咱就今仔日的禮拜，主開咱的目睭。開咱的心，開咱的思想，徹底上改變咱，互咱享受，互咱享受，互咱享受做上帝的囝，迄種的權柄，互咱享受上帝的話，親像一張支票，伊將伊的名寫佇頂懸，咱領就得到。願天父上帝甲咱三個地點，我信。所以我願意，我信，所以我願意，我信，所以我才佇恁的面頭前，兄弟，敢毋是？我相信上帝聽我，我相信上帝叫我，我相信上帝揀我選我，我相信上帝找揀我，所以我願意，無論上帝甲我放佇什麼所在，我願意。兄弟姊妹，咱願意。願天父上帝佇今仔日的禮拜，互恁有足深的堅持，佇恁的信仰中間，因為恁的選擇，因為恁的堅持，上帝大大祝福恁，不但出好行順，互恁佇上帝的面前一無所缺，有滿足的喜樂。你相信這話是一個形容詞嗎？還是一個真正上帝要給我祝福的祝福？願天父上帝佇今仔日的禮拜，因為咱耶穌基督來到這個世間，保羅講耶穌所講的講道，無一句話是似是而非啦。耶穌所講的話攏是阿們，聖經按呢講哦，他說的每一句話都是 yes， 都是阿們。耶穌所講的話無一句話
是而又非。兄弟姊妹，咱所接受的聖經是安尼，咱所信的上帝也是安尼。咱的教會內底的彼此的關係，嘛沒有似是而非的彼此的關係。兄弟姊妹，願咱佇這個教會，將咱自己給出去，咱做伙佇這間教會內底營造一個真善美的家庭的關係。家人是無選擇的，家人是永遠都是家人。你講無事無？報紙常常咧報兄弟啊相告，為着祖產，咱莫看迄負面的。咱甲主講，做佇你的家庭中間，就是真善美。主幫助咱佇伊的面前，因為咱的耶穌基督佇所有一切，只有一項事，就是是。聖經翻作講阿門，只有一阿門。英語改翻作只有 yes。Only yes， 在咱的人生中間，上帝攏是正面的、實在、信實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的人生，對上帝講 yes， 對黑暗的關係，對這個世間的世俗，咱甲伊講 no， 甲上帝講 yes。求天父上帝幫助。所以第二，我要問咱講，你感覺這個信仰和你的生命有什麼改變？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。也即你願意為着上帝，因為上帝，因為主耶穌，你改變你生命內底一種無容易改變的習慣，你敢願意？無人知，但是你知；無人知，但是上帝知。忠實做上帝話語的囝兒，忠於所信。然後這個信仰有互咱帶咱心中的改變。咱佇教會內底，毋單是出一支嘴，毋是敢若口裡告白講我是基督徒安尼那定。要說咧真正牧師攏問講，你願意嗎？你願意嗎？你願意嗎？大家攏做大聲講我願意，我願意，我願意。安尼就結束啊嗎？這是開始爾，無結束。開始就是我願意用耶穌基督做我的主，因信稱義。但是閣來咧，因為因信了後，我愛追求一種的，就是越像耶穌 ，more like Jesus， 就是愈來愈親像我所學習的主耶穌基督。佇教會你甲我，咱愛對少年到年老，有愈來愈親像耶穌。這是祝福，毋是規矩。是歡喜甘願，毋是互人勉強。求天父上帝伊的聖神，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。若毋是上帝的聖神，咱敢會通做親像耶穌基督的人？難。但是若有主耶穌基督伊家己的迄個活活的氣、活活的聖神，咱就真自然、真自由自在。耶穌的畫面就佇咱的內底，咱就真自由自在，畫出來親像伊的畫面。信仰是一種的堅持，信仰是一種的信息，信仰是不妥協，信仰嘛是一種不打折。聖經安怎講？我的理解若是安尼，我就無互人甲我打折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做貨真駕駛的基督徒，好不好？兄弟姊妹，咱做伙互相鼓勵。咱毋是50步笑100步，毋是安尼，10步笑50步。咱來到這個教會中間，有早一擺慢一擺，有較成熟，有對還佫咧追求。但是咱無互相踢笑，咱就這個教會內底，咱彼此互相鼓勵，互相做伴。咱甲主講，主幫助這間小小的鄉村的教會。也當加在貨真價實的基督徒的教會。兄弟姊妹，你願意真心的活出基督徒的生活嗎？你願意嗎？你若願意，願主的聖神即時降臨，充滿你，直到世間的路尾。願主的聖神甲咱三個地帶，互咱活出做基督徒迄種的快樂、榮耀。
抬頭挺胸，求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今仔日個禮拜。總以所信就是講，我的信佇我的生命中間，伊的重量是絕對的重量。將我生命最重的價值，我生命中間上重要的價值觀念，穩穩的放在上帝的天平上。總以所信的意思是這樣的，將我生命內底，我感覺上對我有利益的大小事，攏擺佇上帝手中，互伊稱看覓。這個意思就是總以所信。當咱將咱的生命交佇上帝手中，上帝嘛將咱抱佇伊的形狀，你相信無？當咱將咱的生命交託給上帝，上帝要保守你。我不愛用聖經講在前不在後，居上不居下，這種話攏做成功神學的想法，但是聖經原本不是這個意思。聖經舊約真正有講，你就要在上居上不居下，在前不在後。佇社會的做頭人安尼，不是。意思就是要為了上帝佇一個真尊貴，要精神好的精神是行頭前的，這個意思。主幫助咱佇伊的話內底，這禮拜的頂禮拜這個平安夜內底，牧師甲恁分享。我用這張相片代表喜樂阿嬤甲耶穌咧講話。喜樂阿嬤佇主日學7歲之前，伊的生命就跟耶穌有很親密的關係，所以7歲就獻身啦。所以我用這張相片代表咱攏共同尊敬的喜樂阿嬤的故事。阿嬤講，直到如今長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愛。我細漢的時陣所相信的耶穌，到我年老的時陣，伊永遠是愛聽我的耶穌。長存的意思就是安尼啦。佇我細漢的時陣的耶穌，到今仔日的耶穌，永永遠遠是我的耶穌。伊予我的願望，嘛是對細漢到年老。伊予我的聽，其中最大的就是愛。伊講，這是我的故事，這是我的生命之歌。佇細漢的時陣，阿嬤的心已經互耶穌放佇咧使命感的種子。佇伊7歲的時陣，上帝已經將一個使命感的種子放佇伊內心。咱會當用花婆婆迄個繪本來形容喜樂阿嬤。我要去為上帝做一件美麗的事情，讓世界更美麗的事情。兄弟姊妹，願這段教會會當讓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更美麗。我實在感覺很難，但是我永遠堅持講，我們還是要相信，主堂教會可以讓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更美麗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智慧來，好不好？咱來開墾一片花圃，咱來開墾一個水互人看的教會，咱來開墾一個互主伊會聽充滿的教會，對這事直到永遠。起初咱是安尼想，今仔日咱是安尼堅持，將來咱嘛安尼堅持。將起初的信心堅持到底，咱就要有份佇耶穌基督的國度、天國，咱要有份佇耶穌基督以所有一切榮耀的生命。咱同心來祈禱。主耶穌，我感謝你對你禱告你的，利用聖誕節最水的英文，互阮深信。你為着阮來到世間，主耶穌佇你的面前，阮做伙互相鼓勵，同心協約，我們因信得生，我們忠心到底，求天父上帝幫助。主耶穌佇阮中間，求主你幫助阮，堅持阮所信，直到有一日，
願甲你相見面。奉主耶穌你的聖尊名求。